好食的料理，食了互人有幸福的滋味。不过，这款滋味煞去互歹心恶乐道的人摕去做歹代志。暗公鸟校长知影了后，就成立一个料理救援队，队员有狗仔阿光、猫咪阿月仔、兔仔阿草、羊仔阿雪。因的任务就是保护在地食食文化。台湾味的料理救援队。对，鸟鼠仔头家的肉丸请打。来食肉丸咯！好食的肉丸又搁来呀！嘿嘿，这摆我塞车四界去卖肉丸，我动心料理救援队找着我。头家一份肉丸，好，盐水甲咸卖无？卖咸就好。这摆肉丸若食到到底，规暝困袂去。若可有音乐，会当潇洒暝3日拢免困。来，你的肉丸。来食肉丸哦，清汤饮汤海哦。那冲电同款，精神十足。快乐十足！外口喜喜叫，哪发生代志？我闻到因无气味，因出来看麦。因敢若足强呢？恁看，因足先食肉丸了，才变安尼呢。这肉丸看起来特别 Q， 应该有掺什么奇怪的物件。我拄则问过路人，因讲有一台卖宵夜的发财啊，音乐放甲足大声的。敢讲是鸟鼠仔头家的阴谋？袂当互车担，佮四界拍走，爱赶紧联络暗公鸟校长。料理救援队的队员大家好，啊，是校长。我透过车达放送的音乐，知影鸟鼠仔的位置啊，这一台步步去着。对遮去就对啊。行。鸟鼠仔头家，无大卖走。阿公，紧摕暗公鸟校长的神奇食谱出来，利用料理来控制人，实在是足卑鄙的代志。这个好食的料理有香肉的色记，好片的芳气，刷嘴的滋味，上界重要的是生意食水甜。好。这啥？伫料理内底黑白掺物件是无良心的，这就是你的报应！啊！我看无啊，脚底抹油，紧酸口硬。鸟鼠仔头家的能力无去啊！阿雪甲吹好的肉丸分予受害的人食，互因豆豆啊恢复元气。好食的料理是会当互人有幸福的滋味哦。这摆料理救援队成功保护在地料理，行，做伙刷拖食好料的。